迎收看福起来的好空比播。家家有伫看客家电视的观众朋友和听错就对哦。由于咧以小节目吼喊做狗就一条线，呀狗就一条线咧，伫上礼拜咧推出了新的单元咯。伫呀新的节目内容伫度咧充满咧有爱、有目的，还有辛苦哦。今日咧就邀请到的伫度的吼，伫度的来宾吼，老大家来分享一下伫度的制作的歌唱有乜个神奇的事情啊，还有感动人的故事哦。伫呀邀请来宾之前咧，就先来看一段精彩的样片咯。就因为一直练，然后手就这边跟这边就很酸，然后手会很痛。经过连连沙沙的训练，各水都有你促送，一种情形见来见厉害。不要急啊，专心！他们是不是应该认真一下？我们都那么努力。精彩的节目，抢听错爱看，搞出一条线。好，刚刚看到的吼，就是新一季的狗就一条线的精彩的预告的样片吼，哇，迄唔迄老太家头摆看到的狗就一条线，迄莫强用的喏。今日咧就邀请到的第度的主持人哦，来到现场来大家分享。首先来分享主持人居居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狗就一条线主持人居居。好，还有那位妹咧吼，就是西雅狗的妹董演导的吼，钟凯雄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两位做主持人阿凯雄。大家好。哦，哇，刚好大家有看到迄样片底度吼，强用迄狗就一条线吼，节目名吼迄强用的，不过老头摆看到迄无强用的呢，不过也迄居居吼迄廿摆张讲你咧咩吼，就先来问一下凯雄好诶，凯雄迄啲上一季和迄头摆时节就有参加呀狗就一条线的录样的吼，做对老太家讲一下头摆的狗就一条线迄用的节目咯。头摆狗就一条线，就是有个阿權妹主持誒，係，然後佢就係用狗老了嘅方式，然後大家認識呀客家人同大自然環境嘅生活老生存嘅智慧安樣，佢從一擺啊就係改全新嘅啊，就係用一條數嘅，特別團結合作精神，出汗變真情。連一前隔條法律，上線得到圓夢自己萬成夢想。有點懂叫誒，也係點懂，也係唔係新嘅單元，新一季嘅節目嘅 slogan 就出嘅。哦，看得出來練懂叫啦，而家鋪也緊係嘛。唔過佢有講到嘅嗬，也唔講喺啲度嗬，也 slogan 啲都有講到，係因為夢想係冇，同夢想有關係咩？因為頭擺嘅時節嗬，係剛才有講到嘅，係阿權妹咩嗬，土定。觀眾朋友還有地度嘅縣民係冇，係蠻耐去做咩嗬？全台灣人哋蠻耐去認識，同到莫香用嘅地方嘅特色啊，還有知識啊，還有松山啊、下海啊，嗬，蠻耐就去就做嘅。嗰所一海主持人就冇按甜就做嘅係冇。我知道沒強用甜啦，差唔多係冇。因為剛剛有看到樣片地度啊，就係去學校地度啊，係冇，又唔是去摸杯。我知道一隻係卡法體力，一隻係卡法心力，也係卡法心力就錯嘅。因為要印土定嘅貴重性，因為隨時去訪問啊一條，然後就會開啦。唔過我記得嗬，呀，搞咗條線之前係有動道嘅縣民咩？啊，咁啊，該會現出開上咯，係唔係人氣動夢係冇？應該係我較有時間啦，較閒樣。較有時間係冇？其他人就會讀書啊嘛，㗎。應該係。唔過日白行嘅搭檔咩溫寧嘅呢？係啊，你知道？你先講一下好咧。呀，居居算係嘅，唔係算學姐咩？嗬，唔算呢輪咩係幾？唔係幾嘅學長哦，啲日嘅節目地度係冇，冇錯。無論呀西施嘅發人嗬，西施唔係同曉上嘅嗬，唔過咩比佢較無曉上啲嘅，嗰時候佢係唔嘅學長哦嗬，師兄嗬係冇，唔過新一季嘅新嘅形態就錯，你知道居居嘅表現咧，因為兩邊都係新生台嘅新嘅主持人咧，係冇。我知道佢嘅表現哦，懂好啦，係真嘅點評論係冇人講起來，真係懂好啊！因為從藝就較唔會夾，就係講話嘅就較唔會夾，佢就懂會夾係，嗰個懂有話題啊嘛，佢都會講啊。係哇，講唔會講嘅話，你做到嚟講一下冇？來接一下在新嘅節目嘅時間，你自己心情係樣嘅。
心情就想讲，我看以来还没懂会挑手你有没有显成影片？因为有看我还没体力懂吼，如果设计说唔係，我體力冇嘛。不过一开始吼，一讲到喺挑熟嘅时节吼，因为也在刚才有看到样片吼，就会动到嘅骨种，系冇？骨种上加就一类。早前就会共用嘅运动就会挑熟嘅，系冇？但係国家好搞做得现在冇共用嘅。冇，大家都係去大家嘅目標就係去挑熟嘅，有一隻目標嘛，因為有一隻100萬元嘅圓夢基金，大家去爭取，因為得到就做得完成佢哋嘅夢想。我說新一季嘅高就一條線就係育童夢想，嚇。因為透過安樣有比賽嘅發通去上國中生來參加，那新一季一條線呢就變做挑熟嘅咧。哦，係完成夢想嘅一條線就從完成夢想嘅一條線咧。故說雖然看佢係安樣挑熟嘅運動，不過實際上要做得去了解，也係國中生推上嘛，佢哋嘅夢想係乜嘅？聽講吼，啲亞全台灣吼係有挑熟嘅。高吹啦，吼，就是校隊某一度吼，某一度呢。嗰個現在也把咩算係公平嘅吼，因為有動到嘅學校來報名嘅時節，加條係冇訓練過嘅，喺連同也教練啊、線上自家就會去研究啊，也挑數嘅比賽有乜個規則係冇？係，都會重新去研究，除了有可能田江水體力較好，不過其實就平常咩冇去練挑數嘅，係，不過你挑數嘅吼唔係太加上上嘅就。自己按嚟勁跳，要慳時間，按到激到一到就越好，唔係係要團吹嘅嗬。係團吹嘅，像一擺比賽啊，就有分做3階段，第一階段啊就係第一階段，然後第二階段係出前咩？係啊，分別就係5人、10人，再過來就會剩6人去跳。哦，跳一條數嘅哦，跳一條數嘅。哇，真係動困難，一類人講到就按嚟，規則就冇嘅，就停下來，停下來係重新過100按。哦，唔係，就做得比如講1、2、3、4、5，停5下啊，講到誒，好，跟人就從停5都開始算下去。累積的，累積咧，用累積咧就錯嘅。唔過聽講吼，喺國際學校地度吼，佢就會先教也起碼數係冇，夢想嘅起碼數，因為唔講到吼，哇，有8萬球呢，吼，有動到你會知道8萬球動少。唔過你對咧細細夢想咩算係一度嘅啦，吼，嗰時有動到嘅學校就開始來報名啊，寫也起碼數啊。唔過啲呀做呀節目地度咧，還係要有咧篩選嘅制度咩吼，嗰時人家就係要經過篩選吼，嚟選擇高考吼，係唔係就要北中南東就要選擇嚟幾多嘅學校出來係冇？嚇，有一開始其實就係北中南東，如果東部嘅用是冇學校來報名，嚇，嗰時候前面就係3期北中南。照定佢哋嘅夢想有創意冇啊？周圍多冇去選佢哋夢想出來，好，嗰時候就選出國旗西藏吹舞，咁樣。哦，國旗都要西藏就錯嘅。國旗都要西藏。啊，聽講吼，喺國旗佢哋嘅夢想就冇共用係冇？唔有聽過特別嘅冇？我印象清楚咧，就係南部有一隻學校，佢哋夢想較特別，因為佢哋想要幫助辦學。有一類行動較無奉獻嘅同學，因為佢幼師老幼教已經較無力咧。哦，我說愛福建，真唔愛按用漸漸的萎縮。不過佢哋會經費唔拉嘛。哦，福建愛錢，係。我說佢哋辦學同學就想講，有呀圓夢基金，就想講愛留2/3。愛南亞福建嘅費用，加減做得來貼補貼嘅就錯嘅。係愛搶呀物理治療師同學校同佢福建，嘅存下來嘅1/3嘅辦學嘅同學咪想講，做得本學校做入公益嘅基金，幫助行較多嘅人咁樣。嗰時候你就看到，做你看到佢哋化小愛為大愛嘅精神，要懂團結，你就知道懂感同。其實聽講按你夢想吼，真係冇按過呢，因為大家知道吼，哇，做得有8萬球嘅獎金哦，算嚟唔係不義之財啦，係因為有比賽嘛，有訓練有辛苦得到嘅，也得到嘅獎金吼，大家就會想講，我會買乜嘅來食啊，我會做乜嘅事情啊。唔過聽講入擺後線上係有學生嘅要向下來討論，佢嘅夢想係乜嘅，嗰種
唔會動到嘅，有動到嘅就係較味道切解啊，吼，去買新嘅衫褲啊，含迄新嘅物嘅東西，其實有動到都會味道彈脆吼，係冇？係，都係因為佢哋還有其實動到好高佢哋夢想，佢哋嘅基金都唔係用到自己嘅生活，都係去幫助動到嘅人，好像比如講佢哋愛去華東去食紅茶，去表演本路語言呢，阿伯公阿伯才藝娛情嘅嘛。表演小可模仿本人家就看，也係講幾種辦項家就想去參加呀路跑哦，因為家就先前大家做親有參加那種大隊接力，家就咩想講要製造家就回憶，哈，故所想去參加路跑。咁咩有動到好高地度，除咗見喺跳縮嘅高吹以外，吼，其實佢也就有自家校隊啊，夢想有看到海啊，乜嘅東西就快鐵嘅物嘅，佢就做對用下經費面做對來玩一下吼。嘿，想講，假使講有夜夢基金，就做對玩呀跳高點啊。哦，係啊，器材啊。我想佢就學到泰山貴種啊，佢就天江吹動到地度已經過山了。好，貴種3年生，其實假使講真經有呀夜夢基金。咩留下來本學弟妹就出來，佢就自家用到，唔過佢就行喺動邊啊樣。唔過也講嘅按道就係夢想吼，就係好高地度嘅夢想，也開箱吼，你自家喺動曉上嘅人嘅吼，你知道你自家喺有8萬塊嘅話，得到也獎金啊，你自家想去做乜嘅？想去做乜嘅？自家獨得哦。獨得是嗎？好，跟我喺成樓嘅助學貸款問題，唔係同你粉絲分享嘅嘛？冇，真冇，不大愛，我不大愛。唔過人家擺後尾看到嘅動到夢想用嘅夢想咧，唔會知道佢就真正咩動強吼，有自家夢想用嘅想法。係，唔過我聽到較多人就係講我想去出去撩啊，去搞安樣，安樣知道其實就變咗冇乜嘅特別安樣。係，就我聽到總體較特別咧，就係像有人想去家己辦通啊，想去用家己平時會記用相片留文章嚟記錄自家辦通嘅生活。製作也回憶啦。係，故所家己想去出版一本家己書，家己嘅書。寫真書啊，嗰種回憶錄，回憶錄這樣子。然後家己就喺樓下。然後去出版，然後去做義賣，做義賣，然後留下些錢來盤嘅國家需要嘅人，聽數含較多嘅人就做嘅。哇，真勁呢！因為一擺喺搞就一條線吼，佢嘅主題他們做育通夢想，故所喺邀請嘅大雜嘅北中南東就全台灣嘅各種商，學到地度有乜個夢想嘅，也搞就一條線，也就節目就會為大家來完成就錯嘅，係提供伊個平台啦，還可以愛意思定自家努力上網就錯嘅，因為一擺嘅跳數嘅比賽吼冇按改哦，地度吼真勁，剛才啲樣片地度沒有看到，有當當你出son啊，吼有感到啊，還有我知道吼外商唔係商，係成功條度，有當當你好輸送嘅。做乜解萬年可以上啊，又冇3萬啊，我跳嘅按辛苦，佢就勁感到，係冇？還有當到按呢故事吼，定下吼2位主持人吼 TP 有感觸啊，吼，就做得老大家來分享哦，也下先嚟可以下定下還有更加精彩嘅內容哦。